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大部分的公司机关上班开工的日子，要祝大家新正大发财，钱银溢溢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发财发，读好啊发第4条。发的意思就是生出来，咱讲是发意；另外嘛有送出去、发出去、散出去的意思，咱讲是发出。另外发炎，嘛有人讲是发红，也佫有动类和菌类或者是细菌，伫咧无空气的情形下代谢了后，加做另外一款的有机物，一般会产生酒精或者发酵。嘛有人讲直接讲是发，也佫有镜头夹起来，咱讲是发作。啊，若财运加旺，咱讲这人发财啊。气性地有人讲是发性地发脾气，这个。鼻音读做布，像讲生条啊，有人讲是布条啊，也佫有布艺，咱讲是布意。另外，佫有一个照用字读做发第8条，像咱讲发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读做发财，会当讲是有钱，嘛用个形容是繁盛、正旺、正兴的兴。第2个词读做发钱，有2个意思，用个讲是富工资，嘛用讲是发财有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过年前有一个上柜科技公司的董事长，拢会回去故乡放山发钱，送红包给在地乡亲，要祝福乡亲新的一年大发财。原来是这个大头家吃果子拜树头，要来回报在地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发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布，也有另外一个照用字读做发第8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